台中立山的茶农这个月初去法国比赛，摕到特别奖。主办单位颁奖的时，有出现咱台湾的国旗。现场若像有中国大使馆的人，真无品，徛起来唱声，讲台湾是中国的。这主办单位是无要甲插，继续颁奖。台中立山种茶农民谢中林穿西装准备就台领奖，不过台下煞有人伫遐咧欢。 有中国的人员伫遐大声咧翻比吧，想要干扰颁奖，不过煞是引起现场其他人士的不满。台中的主办单位嘛无咧甲休，这个为台湾台中立山来种茶农民谢中林，这个月初去法国巴黎参加法国茶米国际比赛，伊的茶米得到大会特别奖。当伊要上台领奖的时阵，煞是去互中国呛声。谢中林讲，伊的心情是无受影响。当下我蛮冷静的，因为觉得就。 不要理他们就好。当下看到那么多国家，其实，都在帮我们说话，跟支持我们，所以我觉得还内心还蛮温暖的了。谢中林讲，这个为了提升咱台湾的知名度，以立山高海拔的关度，配轻发港的工法，带出清芳甲后韵，还佫有把水的口感，得到国际的肯定。讲到中国的态度，伊是无啥要义。咱外交部讲，除了背回中国的讲法，嘛强调咱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。 务实体认，只有透过和台湾对等以及尊重的对话，以对话取代对抗，理性看待两岸现实，停止对台湾以及国际社会无理的施压以及胁迫，这样子才能改善两岸关系。外交部讲，这届有18个国家300多件的产品来参加比赛，咱国摕到真出色的成绩。 这届的活动有清楚标示咱国的名，嘛有展示国旗，已经做真清楚的区分。中国无权插嘴甲介入，嘛呼吁中国应该理性看待，遵守国际社会文明甲礼仪的正常规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